则会跳舞。我这两介绍你的刺青无？刺青哦，嘿啊，这刺青的 Force Apple，第一创世纪嘛，迄个嘛，创造生命，牛顿发明地心引力嘛，因为一个苹果跌头，啊，这贾博士是一个发明苹果电脑，啊，这东西改变世界，啊，第四颗苹果，你讲哎，第四颗苹果在我的手中，我们想要改变世界啊嘞，啊，这就是比较佛教的，这是苦集灭道，啊，这是四弘誓愿啊嘞，这是普度众生，啊，右手改变世界嘞，期许个敌人呢。我叫做大基，我是台湾人，写 rap。人讲一句话什么啊？上至外太空，下至内子宫，其实拢是我创作的这灵感来源，所以我感觉我的主题无讲固定是倒一种物件。我有时阵会讲政治，啊嘛会讲少年家的 party， 啊嘛会讲流浪动物。哦，然后嘛讲生活的一寡小代志，我什么拢写。我最介意创作是因为讲伊会当帮我把这个 message 放伫这个我的歌内底，听到的人吼会当有一寡启发呢。我感觉大概伫这个创作逐条歌曲、逐个主题的这个过程中，我嘛学习到足侪，因为我会做足侪研究，看足侪册。甲专家做出侪探讨，大概安尼写咧一条歌，我感觉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路程安尼。不要讲啊，真致力讲想要希望愈侪饶舌歌手会当用台语来做饶舌，结果我家己做出少啦，所以这我家己嘛真惭愧啦，我会认真去做较侪台语饶舌安尼。我期待就是讲吼。会当愈来愈侪人用因的母语吼来创作，来写即块土地的故事。即摆是专门的台语台吼，啊，佮有即个专门的台语节目吼，啊，若佮会当未来有即个音乐季嘛好啦吼，母语的音乐节的话吼，拢是乐见其成啦。做出来以后吼，啊，即个人看到爱当影响愈侪人，吼，啊，会想要用伊家己的即个母语来创作，这是我上大期待。海边61号，赞！去亚冠。